高雄市政府甲林业署的屏东分署鼓励农民设好一寡大型鸟仔类休困的平台。这2天全高雄已经设93个，嘛，迄条有127只的鸟仔停伫顶头，种类嘛增加到7种哦。嘛有记录到一寡伫要绝种的鸟仔。有农民嘛发现讲，设这款平台了后，产的鸟鼠啊变少了。 菜镜头翕到今日绝种的哺乳类高面莺，农民欢迎分享。高雄市去年第一届伫咧高屏溪烟花市的所在，拢去翕到高面莺，嘛有农民去翕到乌石lap麻叶、菱角叶等鸟类。统计这3年以来，伫高雄翕到鸟类甲数量，逐年拢有增加。我们跟农民一起合作，累计设置了共93只的猛禽栖架。在去年度，我们共计拍摄到了猛禽有127次。 同时也多次记录到猛禽猎捕老鼠的画面。高雄市府对2002年开始配合林业署生态服务给付计划，甲旗山桥头顶地区有咧做有机也是友善种植农民合作，伫咧参与徛麻叶车架，其中伫咧旗山采用自然农法农友黄明生嘛有参加。发现讲麻叶来鸟鼠也得减真济。以前那个老鼠啊，因为这边会养羊嘛，养鸡会有饲料啊，他们老鼠会来吃啊，然后。 你发觉到你有栖架以后，然后那些老鼠突然间就少了非常多。除了配合市府甲林业署的计划，农友嘛有甲学术单位合作，伫咧其他角度另外佫徛2支麻叶车架，其中上接翕到就是菱角叶，嘛有开始出现其他的麻叶。黄明生嘛表示，这种甲生态共存的种植方式相当的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